大家好，又係我軍事炮彈熊。今日我想講下 Z1 號驅逐艦萊貝雷希特馬斯號，德文 Z1 Liebeherr Maß 號。Z1 號驅逐艦標準排水量2223噸，滿載排水量3156噸，航速36節，續航力以19節可以航行1530海里，人員325人。武器裝備5部127mm 火炮，2部2聯裝 37mm 防空炮，6部20mm 防空炮，2部4聯裝 533mm 魚雷發射管，60碌水雷，4部深水炸彈發射器，有64發深水炸彈備彈。Z1 號萊貝雷希特馬斯號驅逐艦係1934年級驅逐艦嘅第一艘，又係納粹第一艘建造嘅驅逐艦。1934年級總共有4艘，包括 Z1 號萊貝雷希特馬斯號、Z2 格奧爾格蒂勒號、Z3 馬克斯舒茨號同 Z4 里夏德拜曼號。1934年級驅逐艦係納粹德國第一種建造嘅驅逐艦。喺1934年級驅逐艦身上可以見到好多唔成熟嘅地方，包括手榴同手部嘅設計，所以1934年級航行嘅時候基本上係比較不穩定嘅。其他嘅問題仲有高壓鍋爐。1934年級驅逐艦身上嘅高壓鍋爐係基本上每日都喺度壞嘅，所以佢嘅出勤率其實係非常之不穩定嘅。Z1 號驅逐艦喺1935年落水，1937年服役，主要作為驅逐艦隊嘅旗艦，但更多嘅時候作為訓練艦使用。喺1938年參加海上閱兵。1939年，護航希特拉所在嘅德國號裝甲艦去佔領梅默爾。之後喺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，納粹派出3艘輕巡洋艦同10艘驅逐艦，包括 Z1 號在內，去封鎖波蘭嘅海峽。Z1 同過波蘭海軍嘅烈風號驅逐艦交戰，不過冇人員傷亡，反而 Z1 號喺之後俾一門152mm 嘅海防炮擊中，導致4人死亡。所以 Z1 號喺波蘭戰役總共係死咗4個人，同埋佢係俾一個海防炮去擊中咗嘅。之後喺1940年嘅2月，波蘭同另外5艘嘅驅逐艦喺北海航行嘅時候，Z1 號同 Z3 號驅逐艦突然爆炸。Z1 號係俾自己人嘅德國空軍第26軍炸機聯隊炸沉嘅，而 Z3 號驅逐艦係自己撞上一粒水雷導致沉沒嘅。Z1 號總共有280人死亡，60人受傷。而 Z3 號驅逐艦係全部人死亡。呢件事件反映得出德國海軍同德國空軍之間係完全冇溝通，導致非常之多人嘅死亡。而 Z3 號撞上嘅水雷係由英國皇家海軍嘅驅逐艦布下嘅。總結 Z1 號驅逐艦訓練總結 Z1 號萊貝雷希特馬斯號驅逐艦，佢訓練咗好多嘅人才可以去操作呢個驅逐艦，但係問題係佢死其實係死在喺自己人嘅誤擊之下，佢冇打過好多場嘅戰役，所以佢其實都冇乜戰績。不過到最後佢都係建立咗第一支德國嘅驅逐艦艦隊，亦都係德國驅逐艦艦隊嘅第一艘旗艦。好啦，今日我就講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鍾意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